永年书第1章，下面是上主对比托尼的囝永年讲的话。为着农作物损害哀伤，老人啊，着听；这所在的居民啊，拢着注意听。伫恁的日，也是恁列祖的日，兼捌发生这款代志，就将这个代志传予恁的囝儿，囝儿传予孙，孙传予后代。大只草莓食剩的，草莓来食；草莓食剩的，草莓仔囝来食；草莓仔囝食剩的，草莓公来食。酒醉的人啊，着醒着哭；好酒的人啊，着为着新酒哀哭，因为啉无阁有酒通啉啦。有一群草莓来侵犯我的地，强猛数目算袂了。因的起亲像西江的起，因的芽亲像西母的芽，因毁坏我的葡萄树，甲我的无花果树的树皮拔甲光溜溜，放得互死。你着哀哭，亲像少女摇下抹布，为着伊伫少年的时失去未婚夫哀哭。上主的殿无素祭甲奠酒祭通献，何塞上主的祭司嘛哀哭。田园荒废，地悲哀，因为五谷毁坏，新酒打去，油欠客。这些人啊，着见笑；在种葡萄的人啊，着哀哭，因为大麦、小麦甲田园的收成拢无去，葡萄树打去，无花果树孤单，石榴树、椰子树、苹果树，连产业一切的树木拢孤单，人间的快乐嘛拢消失。这时啊，着下抹布啼哭；伫这段服侍的人啊，着哀哭；做我的上帝册用的人啊，着来穿满衫过眠，因为无人摕素祭甲奠酒祭来恁的上帝的殿奉献。恁着设一个圣日来禁食，召集严肃会，召集士大甲国内所有的居民来上主恁的上帝的殿，对上主哀求。迄日恁惨啊，因为上主的日近啦，全能者要来毁灭啦。粮食伫咱的目睭前断绝啦，欢喜快乐伫咱上帝的殿消失啦，经济伫土里烂去，仓库荒废，七仓倒坏，因为无五谷通收成，精生好甲真凄惨，牛群乱乱撞，因为无草，羊群嘛受苦。上主啊，我求求你，因为迄消灭旷野的草埔，迄炎烧尽田野的树木，田野的走兽嘛对你哀叫，因为溪水打去，迄消灭旷野的草埔。